係啊，嗰輪佢嗰邊用緊嘅，佢嗰邊交翻俾龍門啦，最後俾龍門大腳解圍喎。第一啊喂，攞住。後邊幫你，後邊幫你。後邊有人幫手去西兵嘅，西兵康康嘅時候又準備啦，射波啦，準備。哦，呢球就應該唔錯。好，龍門接實之後咧，亦都進行組織過。哇，大家都好激烈啊！喺中場已經好交，已經爭持都激烈啦。喂，依家49號準備射波啦。哦，最後非常之好，非常之好。好，就未有分。咁咧暫時就因為得失球咧 ，SW Hong Kong 咧就排第4嘅，而香港商界協會咧就暫時排第3。咁咧所以咧呢一場比賽咧都非常之邊個可以贏到對方，向住右路發展啦。交到中間，交到中間之後咧，睇下有冇交翻俾對方啊！哇，一個在場交得好靚啊！交到中間，喂，哇，撞柱彈出啊！哇，呢球爭啲就搞掂啦。門頭亦都交翻俾後場，慢慢再引球出擊。交咗俾中間22號，哎呀，俾 Sherwin 攞咗啦 ，Sherwin 62號就去19號攞緊，哎呀，要拿住先，亦都係我哋嘅龍門球。喂，好，俾 Sherwin 攞啦。俾分。好。Sherwin 亦都交翻俾49號啦，前面只有一個球員喎，但係中間有兩個喺上面進行射波，俾人刪走咗啦。好，對方做翻球槽解圍啦已經，但係最後咧亦都落翻 Sherwin 嘅腳下喎，究竟下一步會點咧？再分落去，再分落去。準備射波啦，係咪？射唔射？射波嚟㗎，係實在龍門球啦。球權轉翻俾 SW Hong Kong 啦。睇咗喂。好，有一個加入佢聽入嚟。而家中場混戰緊，而家究竟邊個攞翻角球開波啦？有冇機會入到？哇！撞住！哇！唔係撞尾啊，頭少少。哇！非常之好啊！呢個球。睇下有冇機會入波啦？呢球射唔到啊！睇下有冇機會攞到波咧？哇！撞咗一隊都撞冧對方喎。準備射球啦！哇，又滑界啊，非常之可惜啊！亦好彩揾到對方交波啊！28號一個轉好大嘅右傳，傳完之後咧交得好靚啊，交俾中間啦。有冇機會起腳啦？差唔多到禁區啦，19號轉身，非常之好啊 ！Good try，good try。好，呢個突然間轉翻俾 Sherwin 啊！Sherwin 攞咗直射，哇！對方俾人截咗。哇！搞住呢兩個人啦！哇！呢一球真係非常刺激，以為係波定係地波咧？一個中腰波頂唔到個窿，但係個球波對翻個下，再嚟一球射波，喂！哇！喺混亂之中入咗出，最後當唔當入波？最後都搞得出嚟㗎，Sherwin喺度啦，睇下佢點樣經過呢兩個人啦。究竟點樣過咧？哇！呢個腳法好勁啊！好，繼續3打1啦，前場3打1前場，有冇機會追翻球咧？哇！實啊！呢球力量夠，但係仍然做緊3打2啊！射波，仲要射波！哇！1對1龍門，哇！最後揾到俾龍門擋出呢個龍門，簡直係 B1。好啦，依家 Sherwin 嘅龍門都開翻個球員俾6號啦，一腳撞牆，對方 intercept 咗，哇！一個斯丹轉身，交翻俾中間66號攞住個波，準備起腳，哇！落波非常之接近龍門啦，起翻俾 Sherwin 喎，喂！依家做緊4打2嘅快攻，4比2嘅快攻啦，已經冇人4打2快攻射波，4追平啦，哇！真係刺激呢球場，最後出。哇！最後 Sherwin 攞到波啊！又都係2打1嘅快攻，3打1嘅快攻，冇機會入波啦！喂！哇！真係最後5分鐘會有絕殺啊 ！Sherwin 暫時反超前2比1啊！哇！非常之緊湊。攞翻啦！
帶球推進，引球推進啦，一嘅長傳直交俾66號，冇機會射波，橫推右射，哎呀呢球。